港車北上珠海有邊度好玩？2026年珠海即將開幕嘅5大地標，每一個都有獨特亮點，週末過嚟短途遊就啱晒啦！第一個就係悅城撈華商場啦，坐落於係香洲明華2路同埋南坦路嘅交界，原本係前山海立城嘅爛尾項目改造而成。之前因為公司破產，足足流拍咗6次，直至到2025年嘅1月第7次掛牌，先至被珠海市明天科技以2.68億撈底，然後改名。項目佔地6.4萬平，預計喺2026年正式開業。第二個就係鳳凰山同陽里，位於香洲鳳凰路普陀寺旁邊，總投資2.5個億，有高端酒店、文化商業街、民宿、超多食肆，預計今年有機會試業。週末過大海行山睇風景加 shopping， 一條龍玩到爽。第三就係金灣寶龍城廣場，位於金灣航空新城西部核心區，金湖路同埋雙湖路嘅交界，地段相當核心。項目佔地約19萬平，建築面積高達57萬平。舊年年底經過商場外圍嘅大型 LED 屏幕已經試運作咯，睇嚟似乎就快要開幕啦。第四就係海泉灣珠海超越國際賽車場，坐落於金灣海泉灣度假區。中意賽車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呢個項目喺2022年3月13號正式簽約，預計2026年會完工。落成之後可以同時提供300個100平方嘅維修車庫，無論係舉辦賽車比賽、新車發佈會、商業拍攝，定係賽車主題嘅旅遊，都有超靚嘅場地去支持。中意賽車朋友一定要留意啦！最後一個就係唐家前嘅大型商業體，位於高新區嘅海柏灣。舊年有傳聞呢個項目可能會變成高新華發商都喎。如果係真的話，珠海就會有6座華發商都啦。不過依家都未證實，言之過早，要等官方宣布。依家海岸小鎮第1期已經開咗業，第2期佔地6.4萬平，開業之後會同第1期一齊組成一個12萬平方嘅巨型海濱商業旗艦，被稱為最靚海景嘅商業體啊！到時行街睇海景兩樣都得啦。呢5個地標涵蓋咗商業、文旅、休閒、特色體驗多方面，無論你係親子出遊、朋友結伴，定係自己個人打卡，都一定可以揾到啱心水嘅選擇。